皇上，二皇子情况危急，他已重伤昏迷，腿部断裂，身负多处外伤，脏腑也有损伤，并且身中剧毒。中毒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回皇上，二皇子听闻大皇子巡查河道归来，特意邀大皇子赛马，谁知马匹突然癫狂，二皇子坠马后又被风马踩伤。好好的马，为什么会发疯了？是。皇儿，怎么会这样？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是谁害的你？皇儿，务必要救活二皇子。吴春林，你可有把握？回皇上，二皇子身受重伤，内脏已经出血，而且剧毒难解，这么重的伤，恐怕凶多吉少。住嘴！不管有多少把握，都给我尽全力救治，否则我唯一是问。皇上，二皇子如今的情况，恐只有剖腹治疗，尚有一线生机。一派胡言！剖腹治伤，九死一生，臣建议保守医治。周泽兰，究竟是何居心？你想谋害我的皇儿吗？宁贵妃，我与二皇子无怨无仇，我为何要害他？周泽兰，你所说的办法，当真能救活二皇子？回皇上，古有华佗，乃杨医的先驱，他曾成功实施过恶瘤摘除和胃肠缝合等复杂治疗。奴婢认为，若准备充分，可一试。皇上，臣曾听军中的医官提过这剖腹治法，战场上受了伤的将士也有因此法治疗活下来的先例，并非毫无依据，事不宜迟，还请皇上定夺。来人，虚请终老。皇上，我师父年岁已高，且他手部曾受过伤，如今已经无法操作养医之术。吴顺林，太医院可有人会此医术？回皇上，边关紧急，太医院的洋医都援军去了。臣等无能，竟然没有一个人会，这要你们有何用？怎么会这样？二皇子无辜可怜，但宁贵妃害得我母亲含冤而死。若二皇子死了，宁贵妃必定痛苦万分，这无疑是对她最狠的报复。兰儿，你要记住，医道治人不分贵贱，无论市井乞儿、牢狱囚徒，与宫闱显贵并无二致。医者既执岐黄之术，便当以人心度人。勿论贫富，勿辨男女，勿别长幼，天下生灵皆为性命，俱当倾尽全力救治。皇上，奴婢会这杨医剖腹之术。泽兰，这等凶险之法，你如何习得？回大人，奴婢在吉安所守职时，跟随钟老学习的便是这杨医之术。荣泽兰，你可有把握能救回二皇子？有把握，但需先知二皇子身中何毒，只有解了这毒，才能实施这杨医之术，否则毒入五内，就回天乏术了。是断魂草，我皇儿所中之毒是断魂草。你怎么会知道？周泽兰，我求求你救救我的皇儿！我求求你，想要什么我都给你，只要你能救救我的皇儿！我求求你。宁贵妃，您应该知道我想要的是什么。我承认，当年是我设法谋害了你的母亲，害得你母亲惨死。如泽兰，你想让我承认什么我都跟你说，我求求你，我求求你救救我的皇儿！宁贵妃，竟有此事！皇上，先救二皇子。
眼下救活二皇子才是最重要的事，至于其他的，待救下二皇子再说。好。吴院判，眼下这解毒之法还有剖腹的方案，我们还需要商议。好。注意，大家都别慌，药的比例按药方子去抓，千万不能出差错。是。必须在天黑前将汤药熬好，若是天黑之后视线受阻，开腹的风险会更大。是。走，吴大人。荣医师，解毒药已经为二皇子服下，我们前来协助你，有什么需要我们做的，你尽管吩咐就是。吴院判，待会儿开始后，我要为二皇子针灸止疼，劳烦您帮我监控其脉搏。好。各位医官，请协助我进行剖腹操作，切记一定要集中精神，按我说的做。是。宋大人，眼下天色已晚，这烛光虽亮，但剖腹治疗还需要更充足的光线，才能看清细微之处。交给我。针灸包。我先用千斤定魄针封住二皇子关键穴位，防止失血过多。这样用，不用这么着吗？我又以银针刺入肾腧穴、委中穴、足三里穴。这是何针法？针灸麻醉，进行局部麻醉，配合我的千斤定魄针，能确保二皇子不会在剖腹中途因为疼痛而醒过来。这针法玄妙啊！麻醉已生效，可以开始。
兰儿，病临宿郡，须临事不惑，唯当审地盘思，不得于性命之上，率尔自成郡快。花儿如何了？二皇子死了。二皇子死于剧毒，贵妃娘娘若是早点便告知是何毒物，或许二皇子还有一线生机。都是我，是我害死了我的皇儿。宁贵妃，10年前，你究竟是如何陷害我母亲的？是你做的好事。你说，你是如何知晓二皇子所种的是断魂草？还有柳福陵之事，究竟是怎么回事？今日若不说个明白，休怪朕无情。皇上，2位皇子坠马之事也已查清真相。说，经查明，有人暗中在皇子的坐骑草料中加入了9叶藤，此草会致使马发狂。大皇子策马时，马儿失控发狂，使得二皇子的马也受到惊吓。二皇子未能控制住发狂的马，这才坠马。而后大皇子所骑的受惊马儿，在癫狂之下又踩伤了二皇子。我知道，是我害死了我的皇儿。贱人，是你命人，在草料中下药是不是？你当真是罪无可恕，不仅戕害无辜之人，连朕的儿子也不放过，糊涂还不识字啊！我没有想要害我自己的皇儿。那中毒又是怎么回事？是我错了，是我作恶多端，才会报应在我儿子身上。我原本是命人给大皇子糕点下毒，本想让他毒发坠马，怎料到中毒的是我儿，坠马的也是我儿。你简直罪大恶极！皇上，臣暗中调查，10年前柔妃怀孕，曾多次被人下毒，之前后宫中诸多子嗣早夭，都与宁贵妃与冯明远有关。还有10年前荣泽兰之母柳福陵，便是因为发现宁贵妃给柔妃下毒而被戕害。这是臣找到的证据，请皇上过目。皇上，事到如今，铁证如山，你还有何话可说？事到如今，我也没有什么好隐瞒的。如今我的孩子也没了，我便把这真相都告诉你们。10年前，柔妃怀有身孕，我怎能容忍她生下皇子威胁我儿子的牵扯？我精心策划，对他下手。可是刘福陵那个贱人，竟插
察觉端倪，我怎么会让他坏了我的大事？所以我只能让他永远闭嘴。太后，太后，你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快传医官！太后，奴婢去了太医院，当值的太医要么不知所踪，要么喝醉不省人事，这可怎么办才好啊？快，赶紧去宫外吴院判官邸，请吴院判来。来不及了，圣人之政。幸好我习惯随身常备一些药物。来，太后，太后，太后！脉象微弱，危在旦夕。柳福林，你到底对太后做了什么？冯大人，我用治疗哮喘的法子为太后缓解。你还敢狡辩！皇上驾到！太后怎么了？皇上，柳氏擅自用药医治太后，致使太后昏迷不醒，危在旦夕。她分明就是蓄意谋杀。是啊，皇上，太后本来还好好的，可是用了他的药，太后突然昏迷不醒了。来人，快将凶手拿下！是。皇上明鉴，臣妇是冤枉的。给我拖下去！福林，皇上明鉴，臣妇是冤枉的。皇上明鉴，臣妇是冤枉啊！福林没有谋害太后，求您饶了他吧，皇上。兰妃，你怎么了？没有，我屡次给怀孕的柔妃下毒，都被柳福林识破。本来想除掉他，继续对柔妃下手，可是没想到柔妃竟因此动了胎气，早产，还生了个女儿。既然他危险不到我便饶他一命。你这个心如蛇蝎的杀人恶魔，简直罪该万死！贱人，你当真是蛇蝎心肠，害我子嗣毁我后宫！我蛇蝎心肠，我会变成今日这般，都是你一手造成的。你才是罪魁祸首！放肆！朕何错之有？都是因为你迟迟不立储君。你跟我说，你说我的儿子是你最看好的皇子，你说过要把他立为太子。
其他儿子也是这么说的。你把我们所有人都当作棋子，在这权力的棋盘上随意摆弄。爹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？我已有心爱之人，我们情投意合。可是你却为了家族利益，硬生生的把我送进这吃人的皇宫里。你还说一定要我生个儿子，让我把他扶为太子，让整个家族享尽荣华富贵。所以，我只能除掉挡在我面前的所有人。筑墙之内，白骨为基。金玉其外的尊荣下，是万千血泪铸就。那些被称作贤良淑德的规训，竟成了悬在女子颈间的利刃。有人借此攀附青云，有人为此癫狂痴我。到头来，皆是困在这无形樊笼里的可怜人罢了。住口！住口！朕岂能容你在这颠倒黑白、胡言乱语？即日起，将宁贵妃褫夺封号，赐针灸自尽。等等，二皇子他没有死。你说什么？他的命保住了。我的皇儿没有死？什么？我的皇儿没有死？什么？给朕拖出去！我的皇儿没有死？什么？我的皇儿没有死？什么事？我的皇儿没有死。荣三郎，你又立了一功，没让朕失望。谢皇上夸赞，这是奴婢身为医者应该做的。凌霄，事情已经结束了，你也该从太医院出来了。臣遵旨。完了，咱们之前那样嘲讽宋世子，他肯定不会放过咱们。是啊，谁能想到他竟然是大名鼎鼎的宣平侯世子，这下可怎么办呀？那你看看这个啊，世子殿下，世子殿下，世子殿下，之前是小人有眼不识泰山，小人不该嘲笑您走后门，实在是罪该万死，还望世子恕罪啊！之前是我们糊涂，不该说您烂泥扶不上墙，请世子殿下恕罪。让他们听我们的。想让我既往不咎，也不是不行。这样吧，你们今天一整天见到谁都要说一句我是烂泥，我扶不上墙。做到了我就考虑原谅你们。是世子殿下，多谢世子殿下，多谢世子殿下。你看看，我是烂泥，我扶不上墙。我是烂泥，我扶不上墙。烂泥，我扶不上墙。那个，你这么看着我做什么？可是有哪里不对啊？还是被我梗迷倒了？你把我拉到这儿来，有话要说。
我在太医院的任务也算圆满完成了，以后我就不能日日待在皇宫了。一路顺风。什么顺风？你就没有别的要对我说的吗？没有啊，这天色也不早了，宫门应该要落锁了。你是今天就要离宫吗？你就这么希望我离开啊？喂，宋世子，我答应。你知道我要说什么吗？你就答应。不管你说什么，我都答应。不知宋世子是否有意中人？若是没有，不如与我定个亲。好啊。不过这般大事，是否应该先知会家中长辈一声啊？家母已过世，我的亲事我自己便能做主。好，那就依你。今日朕要与朱清共享一件喜事，请皇上明示。荣泽兰医术超凡，数次力挽狂澜，救人于危难，不仅将杨医之术发扬光大，传于军中，更是研制出特效药方，造福天下百姓，医德人心兼备，实乃天下医者之楷模。朕决意将荣泽兰封为我大梁国首位女医官。臣领旨，谢皇上隆恩。此外，10年前太后寿宴一案，现已查明，柳氏福陵对太后的诊治及时妥当，并无差错。朕已下旨恢复其声誉，以正视听。臣谢皇上。宋爱卿，你这眼巴巴地望着，就这般迫不及待了吗？朕早就听闻你与荣医官情投意合，今日便做个顺水人情，为你们2人赐婚。好，臣谢皇上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朕观太医院医官荣泽兰妙手仁心，屡解宫闱臣科；宣平侯世子宋凌霄忠勇兼备，2人皆为栋梁之才，情笃意合，实乃天作之合。今依例赐婚，则吉日完婚，万2位琴瑟和鸣，共襄家国。钦此。臣谢皇上隆恩。母亲，10年岁月，踽踽独行，女儿尝尽冷眼与刁难，今日终见天光，成为了大梁的首位女医官。首位女医官既是荣耀，更是万千女子破茧的薪火。母亲，女儿做到了，为您洗刷了冤屈，您的在天之灵终于可以安息。接下来，女儿该回家，清算陈年旧账。怎么还不来？来了！孽障！
孽障啊！进了宫就断了6亲，家中几次3番给你送信，你竟敢不闻不问！姐姐好大的架子，竟让全家等你，莫不是进了宫连自己姓什么都忘了吧？我当然记得，我今日回来，便是来给你们送一份大礼的。圣旨到，荣泽兰接旨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荣泽兰医术卓绝，德行兼备，特封为大梁首位女医官。臣领旨谢恩。夫人，这另奉圣谕，柳福陵一案冤情尽雪，追封3品书人，4季3升。谢皇上隆恩。如今母亲沉冤得雪，你可有半分忏悔？哼，我有做错什么吗？我为何后悔？荣子兰，当真是反了你！就算你做了医官，也是我荣家的女儿，在这府里轮不到教训我。放肆！竟敢对世子妃这般无礼！陛下早有圣谕，荣泽兰指婚宣平侯世子，不久便择吉日完婚。还不跪下！上！荣承德，现在我要你对着母亲的牌位，好好忏悔你当年的过错。我何错之有？荣子兰，我是你父亲，你怎敢如此对我？这是母亲救治太后时的脉案，上面清楚记载，母亲的救治之法并无错漏，而你不曾听母亲一句解释，让她含冤而终。你潇洒食子，当真以为母亲的冤魂会放过你吗？看见了，她就在你面前。即便他是清白的，那又如何？他现在已经死了。荣子兰，你就算再恨我，也是我荣家的女儿，不是他柳家的。这一辈子都要靠着我，靠荣家。如此说来，我还应当感谢你。最后再问你。你对我母亲见死不救，可曾有半点后悔？我没有错，我为何要后悔？我已经给过你机会了，是你自己不要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荣承德品行不端，窃取柳福陵独创针法，见死不救，致其含冤而逝，恶行昭彰。自荣承德以死谢罪，以正国法，亲子。这些都是假的，对不对？求求你，求求皇上收回生命啊！为父知道错了，为父知道错了，兰儿。兰儿，救救父亲！我是你亲爹呀，兰儿！兰儿，是他，都是这个毒妇！当年是他
道中生血，要给你娘治病，跑来跟我通风报信。然而，他才是罪魁祸首。然而，你同皇上说，把他赐死，对，把他赐死，是他害死的你娘，不是我。兰儿，兰儿，求求你，已经把他自己放在我身上，你不得好死！你不得好死！周成德，兰儿，不得好死！你求情啊，兰儿！现在谁反对我？你让皇上求情啊，兰儿！我对你弟弟啊，兰儿！兰儿，你不能不把我的死活呀！兰儿！红墙内外，多少女子困于无形枷锁，看似施害者，实则亦为世道所困。张月瑶、荣泽烟之旅，不过是被这世道扭曲的可怜人罢了。但愿有朝一日，闺阁中人能挣脱之物，凭己之能，立身一世，不必仰人鼻息，亦能活出朗朗清波。一乃人数，关乎万民康健，为普济苍生，革新医道，特准太医院改制，设悲田院以及困厄。即日起，不论男女，但有岐黄之术，皆可报名。女子也能学医了，还能当医官了。听说啊，这是咱们大梁第一位女医官荣泽兰为我们争取来的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！我希望我用银针刺破的不只是偏见的枷锁，更是为天下女子一心开一扇门。希望往后的世间，银针不分男女，人数只问苍生。